赵王，快请坐。哎，哇，赵王今天看起来好 man 哦。哎 ，man 是什么？ man 就是形容你强壮、有力量，充满了男性激素。哎，那是。之前啊，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大怂蛋，谁知道我一踏入疆场以后，简直就一发不可收拾，所向披靡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然后我的手下们还给我取了个外号，叫做北漠杀神。北漠杀神，你确定是北漠杀神，不是北漠杀星？太好玩了。Sorry, darling. Very, very sorry, honey. 赵王坐呀。这次多亏了赵王提前2日赶回平宁，平宁城才得以解围。赵王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等回去以后，朕一定要对他大加封赏。嗨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只要皇上和娘娘安好，一切都没问题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来，请坐。首先啊，我在北漠跟鞑子交手的时候，在北漠的军营里发现了一个人。姜氏。对，一猜就是。小心你屁股开花！绿篱什么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嗨，娘娘，我跟江映月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，更何况这根本不是事情的重点。事情的重点是，江映月告诉我一件事情，而经过我调查以后，发现他说的确实属实。何事？你知道鞑子为什么会突然围堵平宁城吗？是他们早就知道了平宁城是一座空城，而报信的人就是九王。江映月还在鞑子的军营里看见了九王和杨延。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也非常的震惊，不敢相信。原本他犯了弑君之罪，朕并不一定会杀他。可现如今，他是通敌呀！他可真是糊涂。
你拦着我干什么？如今北漠气数已尽，大势已去，天都不助我的希望已经破灭了。九哥，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，我只知道不能让你做傻事啊。以前你劝我觉得是为了张鹏鹏，还能咬牙挺过去。但现在，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九哥，天大地大，哪怕流落四方，我也愿一心跟随。倘若你要死的话，那就先把我给杀了吧。要死，我们就死在一起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没有负我的人只有你。可是现在，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。九哥，你要是真兄弟的话，你就听我的，别做傻事。九哥！娘娘，还疼吗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九王会走到绝路上去。您说江映月说的能牢靠吗？赵王已经调查证实了。怎么，你因为赵王救了他不高兴啊？娘娘，奴婢早就不会因为江映月的事情再跟赵王置气了。跟了您这么久，大度明事理，也跟着学了不少。再说了，赵王敢救他，说明赵王心里坦荡，奴婢信他。赵王是个重情义、明事理的人，他表面上像个傻白甜，实际上他这个人啊，大智若愚，我们谁都比不上他。奴婢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遇上了他。九王能做出通敌这样的事儿，我真是想不明白。平宁城被困，就意味着我性命会不保。看来九王当时也是狠心舍下了我。娘娘，赵王有一句话算是说对了，只有皇上才是您最牢靠的倚仗。启禀皇上，我南下大军已经攻破了北漠的都城上京，俘获了鞑子的皇帝、皇后、妃子等2000皇族宗室。好，杨将军，各位爱卿，你们这些日子都辛苦了。皇上，您才是最辛苦的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等尽快整顿好一切，